文班的学生唱英语歌曲，增加气氛；所落来日文班的学生嘛做伙唱日语歌曲，展现成果。我有学那个泡茶、泡咖啡，日语啊。老师哈，泡茶、泡咖啡好玩讲，要学日语啦。学的是电子琴，跟老师学了有第3期了，觉得老师也不错，同学也不错，所以说学得也很快乐。台里中青学院这几年以青年高中做场所，规划舞蹈班、歌唱班等等的课程，互时大人会当来学习，嘛互因上台演出展现成果。现场嘛有静态成果展、唱画图、书法和手工艺品，毋但提供互时大学新知识，嘛会当直接熟悉到其他朋友。